葡萄糖胺對於構建肌腱、韌帶、軟骨和滑液至關重要，為關節提供緩衝和潤滑。軟骨素係軟骨嘅重要組成部分，有助於吸收同防止液體，尤其係水，滲透結締組織，以維持軟骨健康。MSM 甲基黃甲烷係一種天然化合物，具有強大嘅抗炎特性，有助於緩解常見嘅關節問題，例如疼痛、僵硬同腫脹。生薑提取物可以有效緩解關節腫脹同不適，減少引發炎症嘅白三烯嘅產生。1VIP 嘅高效活性關節緩解普騰片含有葡萄糖胺、軟骨素、MSM 同生薑提取物。根據臨床經驗精選配置1500mg 作為劑量，呢種4合1配方全面補充關節健康所需嘅營養。普騰片活性成分能迅速被身體吸收，加快見效，非常適合對吞嚥片劑有困難或不喜歡吞服片劑之人士。加強和鞏固關節健康，有助於延緩關節退化，推薦用於關節疼痛、僵硬和柔韌性下降的情況。